各本英國食物大探尾。喂，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講下英國食物啦。好多人一聽到英國菜就覺得，哎呀，肯定好淡冇味，淨係薯仔同肉。其實唔完全係咁嘅。英國食物雖然唔似法國咁精緻，又唔似意大利咁多變化，但佢有一種好 warm、好滿足嘅感覺，特別適合寒冷天氣食，真係 comfort food 嘅代表。首先，一定要講英國最出名嘅國民美食——炸魚薯條 （fish and chips）。一塊新鮮大魚或者黑線帶，裹上脆脆嘅麵糊，炸到金黃相脆。下面係厚切薯條，炸啲鹽同醋，仲有綠豆泥同 tartar sauce。喺海邊食，風吹住，熱辣辣拎住紙包，真係人生一大享受。據講而家魚薯條仲打敗咗自肉 tikka masala， 重新做返英國國菜添。第二樣，早餐界嘅王者，全英式早餐 Full English Breakfast。一碟落去，有煎蛋、煎鹽肉、腸仔、黑布丁、烤番茄、蘑菇、角豆、薯餅，仲有蠔片多士同杯好濃嘅奶茶。食完真係一整日都唔使再食嘢。有啲人話黑布丁好怪，但細個就知佢香香滑滑，好特別。到咗星期日，英國家庭最期待就係 Sunday roast。通常有烤牛肉、羊肉或者雞，配好多烤豬仔、烤菜、約克郡布丁，再淋上濃濃肉汁。約克郡布丁係一種用蛋、麵粉、牛奶整嘅鬆脆小眼，吉軟，中間高纖，乸乸好裝肉汁，超正。一家人圍住睇食，感覺好有 home feel。其他經典仲有 Bangers and Mash， 香腸配薯蓉加洋蔥肉汁 ，Shepherd's Pie 或者 Cottage Pie， 上面一層薯蓉，下面係牛肉、蛇降、羊肉燒菜燕，吉到金黃，好暖胃。仲有 Steak and Kidney Pie， 牛扒加牛腰燕嘅酥皮批，熱辣辣開介，香甜四溢。甜品方面，英國都唔衰。Scones 配 clotted cream 同果醬，下午茶必食。Sticky toffee pudding 淋到 coffee sauce， 甜到韌。Spotted dick 唔好笑啦，係一種加體字嘅增布丁，配 custard 超正。Trifle 一層層海綿、果凍、custard、水果同 cream， 扁到不得了。當然，英國食物而家都好國際化，好多印度菜、中菜影響，例如 Chicken Tikka Masala 都係英國發明嘅，所以唔好再話英國菜文啦。其實佢簡單、真材實料、重味道、重分量，食完真係覺得滿足。下次有機會去英國，記住試下以上啲經典啦。最緊要係 pub 食，配杯 ale 或者 tea， 感受係地道氣氛。多謝大家收聽，下次見，拜拜。